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逢星期一至五嘅焦點短打，我係今日嘅主持呂昌冷。美國知名主持人吉米基梅爾 Jimmy Kimmel 喺節目上邊評論保守派意見領袖查理柯克嘅槍殺案，而引起咗美國右派嘅不滿，節目遭到停播，但一星期之後復播，收視率更加創下咗10年嚟嘅新高。基梅爾除咗澄清自己無意利用柯克嘅事件嚟開玩笑之外，又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打壓言論自由，而特朗普就繼續批評基梅爾，就話唔敢相信美國廣播公司 ABC 俾佢嘅節目復播，並考慮對 ABC 採取法律行動。基梅爾嘅節目遭到禁播之後，美國嘅左派就發起抵制迪士尼同埋 ABC 嘅行動，近400名荷里活明星亦都聯署支持基梅爾。迪士尼同埋 ABC 就面對咗兩難嘅局面，一係就得罪左派，一係就得罪右派。但要知道，右派唔係 ABC 同埋迪士尼嘅支持者，所以喺商業考慮之下 ，ABC 宣布復播基梅爾嘅節目。其實唔止係基梅爾，根據美國媒體嘅統計，過百人因為發表咗對槍殺案嘅評論之後被解雇，當中有傳媒工作者、教師以及公務員等等。美國政府最中意批評其他地方冇言論自由同埋新聞自由，但原來美式言論自由、美式新聞自由只係包括美國政府滿意嘅言論。今次事件顯示，唔啱特朗普心意就要負上政治後果。基梅爾喺復播之後發表咗長達半個鐘嘅感言，佢先係澄清自己無意輕率咁談論一個年輕人被謀殺，認為呢一點唔好笑，又話之前嘅言論可能不合時宜。之後佢話風一轉，就開始批評特朗普利用權力打壓佢嘅言論自由，又話佢嘅幾百名同事失去咗工作，而特朗普就慶祝美國人失業，只係因為承受唔到佢嘅玩笑。著名演員羅拔迪尼路亦都亮相節目，佢扮演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嘅新主席，就話以後基梅爾只可以讚特朗普。復播節目係商業考慮，咁當初停播節目係商業考慮定係政治考慮呢？基梅爾當時喺節目上評論柯克槍殺案嗰陣，先係話讓美國再次偉大團體 MAGA 極力宣揚槍手唔係佢哋嘅一份子。又話保守派利用柯克嘅死嚟爭取政治本錢。正因為呢番說話，基梅爾就遭到美國右派鋪天蓋地嘅攻擊。首先係美國最大嘅電視台集團次星傳媒，以及第二大嘅新克萊廣播集團，宣布唔再播放基梅爾嘅節目。呢兩個集團都係屬於保守派嘅陣營。而特朗普嘅支持者 FCC 主席卡爾暗示，如果唔停播基梅爾嘅節目，就會調查 ABC 同埋華特迪士尼集團，因為迪士尼手上有2宗嘅收購案正喺度等待政府審批。特朗普又暗中推波助瀾。要知道，基梅爾嘅節目喺美國都算數一數二有影響力，算係 ABC 王牌清談節目，好難令人相信唔係因為政治施壓而停播佢嘅節目。再加上無數美國人因為喺社交媒體發表對柯克槍殺案嘅評論，而因此失去咗工作。當中包括唔少係傳媒工作者，例如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亞提亞、微軟全國廣播公司嘅政治分析師陶德等等。美國副總統曼斯亦都公開表示要追究呢啲人。如果相關嘅情節喺中國出現，美西方一定會大肆批評係打壓新聞自由。如今事件活生生喺美國發生，原來新聞自由並唔係一回事。呢一連串嘅事件反映咗美式言論自由、美式新聞自由嘅可笑之處。美國政府用權力打壓異見者嘅例子比比皆是，即係喺美國亦都會為所謂嘅言論自由設限，根本唔存在絕對嘅言論自由。當言論觸犯到禁忌，就需要負上責任；當行為觸犯法例，更加要負上刑責，全世界都係咁。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，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，記得留言、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俾朋友。逢星期一至五繼續同大家焦點短打，拜拜。